之前高雄旗山天气饮水果洋葱，政工所全体同仁也拜托亚滨高屯职工，大家如果上网听数大家表述，更加旗山的情形用呢，我们连线本记者吴义军。好，主播的高雄旗山也嘅旗边呢，因为受到风灾嘅侵袭过后，大部分嘅地区都受到了洋葱嘅破坏。不过对水推退嘅过后呢，伊度嘅民众都开始嚟清理家园。当然呢，国军体兄还有伊度爱心嘅职工，包含你客家嘅乡亲，都抢下嚟家己并所嘅行列。相关嘅新闻内容呢，也就先嚟看一下接下来嘅新闻报道。本台强烈嘅态度項，啲水災過後，沙邊到一來都係冧過梅，屋企嘅大門樓邊項未都變到烏糟糟。不過是看到一群種地革命嘅職工，啲搭條嘅路項，拿啲材料同公眾清理嘅工期，辛苦嘅仲也都冧嚟前踢。唔但唱睇熱都無限凄慘，連小朋友都唔驚辛苦，強下家熱變數嘅紅碟。總嚟咩舉動啊？還有聽書人。整理家庭，也路卡咩？個歡迎啊，做得來聽書睇下咩？聽書前啊，你看到有需要聽書嘅人攏家人聽書啊，有安尼能力就安尼啊聽書啊，能自己力嘛。打造啲各地區來嘅愛心之歌，就會到七家負責清理嘅在區都심合，大家分工合作，無分男女老嫩大小，無分宗教。甚至還有國外嘅傳教士，每年去山丘家己變數嘅35度。在演出以後，我一直在幫忙。就是我本來是一個傳教士，還有那個就是做服務，然後就是情況有改變，所以現在服務就是幫忙挖土。也非常感謝在台灣這個慈濟團體給我們人力跟金錢上面的幫助，投入到這個救災工作，讓我們受災戶非常的感動，因為活着就有希望。這是我們覺得還可以很慶幸的原因。一條國軍體兄同暗辣嘅一條下，就算看到網絡未係動認真嘅變數，高一拜半一條仔面，感受到嘅溫暖同希望。下個新聞小報號吳義軍高雄旗山嘅採訪報道。